欢迎转到现场，今日好空比报报本大家第一咧，就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啦吼，也就学生嘅毕业公演咯，也下来小嘅咧，就是愛家同上創吼，也可能係大家吼輕熟悉啊吼，就是《西遊記》嘅故事，地度嘅細細一段就錯嘅，地度沒有動神奇嘅部分啊，因為我睇到有地度經驗嘛，係用家下咧做咧細細段咧，一咧表演吼，就知道懂生動嘅感覺呢啲地度，唔過。一開始後來做啦，也戲劇嘅部分嘅時間，係唔係會知道也4年來咩？嗬，也因為選出嚟客家戲，唔係別種嘅戲種啦，嗬，也客家戲嘅部分，也就對也客家嘅文化會有較深嘅了解冇？會冇？有啲去學習，然後去研究這樣子，然後老師上課的時候也會交代。咪會講一下也客家戲客家嘅部分，然後譬如歌戲有嘛冇共用嘅部分，咪會搞就錯嘅。對，老師會跟我們講說，我們的客家戲是從三角採茶戲開始，就是來做演變呢。從3個人的一小段小戲，然後再演變成改編成改良大戲。就像我們今天這次要演的《愛家唐三藏》，他的人就很多，對，然後他的唱腔還有人物角色就變得很多元化。就除咗地度會聽說會有嘅客家三大跳以外咧，咩會減呢啲動冇共用嘅曲跳就錯嘅。錯，唔過呀，家下講到嘅客家文化，唱也非一樣兩啥，就係爸爸媽媽就係行人唱，唔係爸爸係行人咩？一開始係問教呢呀，係問考到呀客家戲嘅客家戲風呢誒之前啊，你對客家有乜嘅了解冇？其實冇乜嘅了解，冇乜嘅了解啊！呀，4年來有較了解是嘞，有偷偷了解學教啊，就懂了解。嗰陣了解都做得去做一類推年齡就錯嘅。係啊，還有去參加了比賽。就是青春代言人就錯嘅，對，有去參加，就係家電自家動曉上就錯嘅，唔係啦，喺地度咩冇要動到嘅隨意，從畫面看到人做呀法布衫嗬，呀上布喺自家做行起去，就係買來符合自己身材，跟那個我的一個學姐的媽媽借的，哦，對，她有很多花布的一些衣服，然後就跟她借。唔過嗰陣時你會想講要嚟參加也比賽咯，也係一個比賽嗬，唔錯。因為覺得年輕就是要勇於嘗試，對，所以就有去參加了一下，然後也體驗。有同學好冇？有來電啊，冇一幫你自己啥，自己會講。係啊，唔過嗬。家電曉上吼就做得有動到冇共用嘅從事，就做得去做啦。因為曉上嘅時節有動到嘅機會咩，像也係對年齡啊，冇聽錯也對年齡咩係啷個一種出路，就一種出路就錯嘅。像也係太細嘅咩，吼就會畢業嘅。有想講愛繼續讀書，還係愛做冇共用嘅戲路冇，像也用盡咧。因為我當愛啲舞台上表演嘅時節。故說我畢業了後，我應該會啲劇團表演。冇聽錯係戲劇，可能舞台劇咩做得？做得。行係上嘅表演就錯嘅。錯。啊，有即個上嘅挑戰呢？哪隻角色冇？很兇的媽媽的角色。就係啊。係咧，我覺得阿妹角色就錯嘅。我想去做一啲時裝嘅表演沒有？有。咩做得就錯嘅。因為你4年來做清楚嘅古裝嘅打扮咩？嗬。對啊。想去改變。非常。阿飛兒咧，你知道？我就會想要從事嘅比較3八，然後比較潑辣一點，因為本身比較沒有去嘗試過。可能就會參考一下呀，用真。做得。其他強一部分咧。你有冇想講愛挑戰冇共用性格嘅喏？因為也聽起來就老五係親冇相同嘅嗬。因為我的角色幾乎都是媽媽，還有小姐、夫人。用老五嘅係親冇共用嗬，兩啥？冇共用，懂冇共用，比較內心戲的一個角色，然後比較沒有這麼，我沒有嘗試過那麼外放，然後比較肢體的一個表演。
对，都比较内在。我说人摆上的未来世界上的无穷用的从事就错嘅。错。不过第一摆吼，爱家同上冲底度啊吼，伫个排练啊，都几十歌场，都6月初8的时间就会表演吼。第二歌场底度，也就吃到轻甜的迄么个。轻甜的嘛个，我是比较有一点点的瓶颈，是因为大学比较是自己自理的一个阶段。那老师没有人督促啊，就是对，可能没有人督促，然后老师也会就是可能适时的教你，跟你讲，然后丢一些东西，然后你要自己去看影片，然后自己去想象这个角色要怎么去揣摩，所以这一点会比较自己内心会比较挣扎一点，因为要自己去想象，自己揣摩啊，诠释，很怕，可是又很怕自己。就是揣摩不好这样子，怕有形象会让人看啊，嘿，就怕某年老爱讲啊，也用真嘞，你知道？青苔挑战很黑困难的素材，那也黑武打跟部分呐，较困难，就是因为我们要跟很多。我的对手几乎都是男生，然后我们会有枪，然后他们要丢在我的脚上，然后我用脚踢回去。呀，就做得看得出来，平常时做年有做好。黑幕，就是我们要训练，除了课堂以外的时间，我们还要私下练习。对啊，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不过呀，太西上吼，就系太西的学生的，迄唔迄记的课就较少。可是我们也就会时代下就会自家来用就错嘅。自家有也团练的时间啊嘛个。错，因为大家嘅课无强用，就会大天发本记得。哎，来拍戏咯，这样子。哎，自家来用就错嘅。对啊。不过第二歌场底度其实要学到的，因为刚才有讲到，就会对调多米做清就用自家来做，啊，你也都有参与到其他的行程的工作嘛。有，咩宣传啊，嘛个都爱。我也有天数宣传啦，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在班上也是行政部分，比较是管钱方面的事情，比较在管钱内部的，对，他有帮忙写企划书，对不对？对，有企划书的部分，然后也有帮忙公关组一些宣传的部分，这样子。古时候你就喺出题做伊个演员还有分组就错嘅，目标嘅组啊，像唔係哪一组？那第一免费就係搬东西，还有道具，就是很多舞台上的东西啊，我就要帮忙拎上去这样子。对。不过种夜拜吼来准备按旧嘅一出毕业嘅公演吼，係唔係聽出爸爸媽媽聽出來看？有來看。嗰時候聽說喺緊張到嘅表演本家到展現啲家到嘅面前就錯嘅。不過剛剛講到嘅吼，也戲劇嘅部分吼，尤其係舞擔啦吼，對觀眾都各種都太好，其實係。勁拖，有動到人就吃到輕甜嘛，就冇就轉好嘅咩有吼，你知道上愛來學戲嘅人吼，有乜個勸告，還係有乜個建議會本太假冇？那像如果你是一個就是很愛表演的人啊，或者唱歌啊、跳舞啊，就可以來參加。那其實我當初會考客家系，是因為家裡是客家人，所以覺得要保存客家戲，將會來吐。對啊，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你現在是即將要升國中，然後或者是你要即將升大學，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參加報名。哦，故說唔會唔過國中、高中係冇學過嘅話，太學嘅時間將來學會太晚了沒？會冇？唔會，因為線上。他會依照你的程度，然後再教你，所以也不用太擔心。對啊，像我們這次的畢業公演，我們有很多大學部才進來讀的學生，他也有演，但是他演的角色跟我們不大一樣。就俾老人家就可能喺國中、高中就開始訓練起來，係冇強用嘅就錯嘅。啊，人家就做搶飛而嚟，知道咧，因為佢講係舞擔嘛，吼，舞擔可能會較辛苦，不過基本講係大家會強用嘅啦。基本啲嘅拉筋啊、壓腿啊，嘛個只啲嘅看到哦，你嘅爸爸媽媽看到會叫毛行自家妹嘅，講嘅妹嘅去做按辛苦嘅，按辛苦來學下戲。給我，哭的時候是國小的時候哭比較多，是這個時間給就過去了，所以就是有度過那一段時間，其實就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困难，就是因为那一段时间你有长到你自己的功力跟你基本的一些条件跟什么你都有做到的话，那其实你跨过那一关，到国中，然后到高中，然后到大学，其实都很轻松，就比较轻松。对。我说喊迄希望吼，大家对戏曲有兴趣的吧，喊迄对细较细的时间，就做在国小啊，喊迄国中、高中都太好，也下啲推办就有同好的一类支图啦，吼，就有这样一脉相承的安尼支图，就本大家做在来做一类较正统的学习就做嘅，两边就係一类亲好的推表，就有兴趣的吧，就做在来学就做嘅。不过也4年来啊，吼，也还有一毕业嘅，你知道刚才没有两位同好有讲过嘅，佢也就知道也毕业公演对佢也就意义按知道咧用真。唔係表演的按度嘅，有冇？按知道日擺嘅愛家同三聰對你嘅意義係乜嘢？就是一个成果的展现，因为读了12年，然后12年，对，12年了，真勁，对啊，然后就是希望在演出的成果是给大家的感觉是好的，我就觉得这一切辛苦过来是值得的。阿飛兒咧，就是也是一样，我跟荣珍也是5年级进来，也是到已经今年毕业的话也是12年。其实因为如果这个演出应该是说成就感比较大，是自己可能一路一路慢慢的这样子撑过来，然后居然可以到12年，很开心，然后也希望在自己就是大学的这一年，然后也可以展现给家人看，然后成果，然后什么的也可以给亲朋好友看。其实这个在舞台上的成就感就已经够了。真勁咧，也真根本嘢啦，後來寶寶大家啲嘢咧，也就係也亮啥，還有家下前面咧亮啥西啥吼，來做你咧畢業公演，一類就係免費，一類就係愛家同三聰，也愛家同三聰咧就係啲6月初8嘅時間，6月初8下晝頭2點半嘅時間，強強啲家條學校地度嚟做一類演出咯。係講大家有興趣嘅話，就做得去到戲嘅家條嘅學校咧，6月初7還有6月初8咯吼，就做得欣賞家條按辛苦吼準備出來嘅戲曲個。今日當歡喜做得有請到2位安子生。好，然後大家就先來歇困一下，等下停欣賞向下來做運動了。